喺樂從小埔村裏邊隱藏住一間精品藝術院子，由百年老建築改造而成，完美咁保留住嶺南建築嘅韻味。呢度唔單止係一間精品民宿，仲可以過嚟下午茶，有咖啡、茶飲、小食、甜品可以選擇，仲提供中西餐，係一個你嚟咗就會愛上嘅地方。隱藏喺鬧市裏邊，但又遠離城市嘅喧囂。好多嚟樂從睇演唱會嘅朋友都係選擇呢間精品民宿。早上起身映入眼簾嘅係落地窗庭院風景，無比嘅舒服寫意。入住仲包含咗一份中式早餐同飲品，俾你一種家嘅溫暖感覺，真係好治愈。唔需要去雲南，喺佛山就有鬆弛感滿滿嘅院子。喺民宿裏邊下午茶，聽住音樂飲咖啡，喺陽光下睇書，食浪漫嘅西餐，簡直就係理想中嘅生活。夜晚返到民宿，仲有浴缸可以放鬆自己。如果家庭出遊，可以選擇佢哋嘅親子房間，俾你唔一樣嘅入住體驗。咁樣嘅寶藏院子，你會帶邊個一齊嚟？